继续要来看印度要甲中国来抢世界工厂的地位，所以积极咧诱各国的产业到印度去设工厂。台湾的电子大厂，包括伟创、鸿海、甲和硕等等，拢已经伫印度设工厂了。也毋过，有真侪台湾人对印度还阁真生分，所以外贸协会特别邀请到《永桥柑仔店》这本红仔册作家，以印度为主题来写这个红仔册，要互民众更加了解印度这个神秘的国家。 五彩缤纷的色调表现出印度风土民情，这是永桥柑仔店原著作的漫画家以新南向市场印度为主题创作的全新的红仔册。蛮困难，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类似这样的漫画，就是有关于这种经贸的。那以前碰触的都是比较台湾本土的故事嘛。红仔册女主角是真正有这个人，因为是一个女台商去印度拍天下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我是个女生，然后我第一次去印度其实就是一个人去。那我基本上我感觉，在印度的从商就是说，其实是很安全的。其实印度市场真大，嘛是新南向政策未来发展重点中的重点。 新南向呢，我们一直把印度列为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因为它13亿多的人口，那经济成长率又这么高，所以我们觉得说需要用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让企业界跟我们的一般民众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印度。 除了用红仔图，和台湾甲印度较亲近，外贸协会嘛成立见证式，和担任双方的企业家会使用时信讲生理，袂去受到疫情的限制。